是防水灾工程啊。台南市议员蔡义辉先生帮忙争取到经费5000万，那是配合那个王公里的上一任的里长蔡明新先生。蔡明新先生很会画，是门神啊庙里的那个彩绘啊。他提出申请，然后有经过市议员蔡义辉先生帮忙通过申请，争取到经费。从去年2019年就开始施工了，现在2020年5月份了，工程已经快到北边了。它北边的长荣路都好，地下都挖很深了，有含香涵啊，铺设钢筋水泥，好像地下通道那样，很长很大。这边的街道大概都是挖洞的，然后2、3层楼深，底下要挖那个地下通道接起来，用1公尺长的水管这样接起来。你看整个新营街道要接大概几万根的水管。昨天呢吊水泥涵管下去了，今天来施工了。你看，有一半水泥都下去，要封起来，要把它施工做好。工程很多啊，刚开始要来看看有没有挖到那个管线啊，有没有台电的管线啊，有没有自来水管啊，有没有网络的管线啊，然后再来挖土啊，抽水，然后铺设水泥。工程很多呢，工作很多呢，好几道工序啊。成功是要付出很多时间、精力、工具、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、时间、智慧，好几道工序，这里面动用到人力、财力、物力、精力、体力、时间、精神，人的智慧。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你看脑力，人力、财力、物力、脑力，你看人力、脑力、财力、物力，还有时间，还有天气好了，还有工程顺利了，一切都要感恩啊！为了防水灾，要感谢啊！台南市议员蔡义辉先生啊。上一任王公里里长蔡明新先生啊，争取到经费啊，争取到5000万的补助经费。